各县市的高中、国中小这两档有袂少专任的教师的课，有袂少代理老师嘛考到正式的课咯。这嘛造成代理老师这嘛是真欠哦。虽然过去台北市的代理老师因为提供规档的聘期，也毋过后来其他的县市嘛拢比较办理咯，所以真侪老师考虑着讲，这嘛台北市的物价真悬，生活工作压力真大，所以有愈来愈侪人宁愿回去故乡教册，嘛互台北市的代理老师是愈来愈歹请人。4年前，在员工的专心学园以双语实验课程做核心。台北市延平国小最近新生分发第一阶段就完业，不过要找老师算是相对困难。顶一学年度录取5个人，单单一个人来报到，开出代理课，考了10几届，总算是报9人。就算有交通费的补助，他还有这个代理老师也可以晋级，这些跟你的房租的支出、跟生活水平的支出来比是微乎其微，所以会造成台北市的诱因下降。校长坦白讲，台北市物价悬，压力大，佮加上因为台北市代理老师拢是专年聘请，即马全国拢是安尼，代理老师无一定爱选台北。根据台北市教育局的统计，113年度无包括附设幼儿园代理老师欠1868个人，其中国校725个人上济。到开学的时候，最后就只能够呢，用组长先去把这些导师补上，然后用组长去上所有的科任的课。去分配正式老师的一个缺，不可能让所有的一个师资培育通通考上嘛，所以一定有部分会留为代理。但是如果说整个劳动条件各方面不是很 OK 的话，他有其他的业界可以去做处理，其实他就不会留在现场。全高中指出，各县市这2年来开出袂少正式课，代理老师陆续引导透露，代理课本来就变少，所以找无人的科别，找无代理老师是一个问题。若准讲找无人的科别，最后变做无满额录取。教育的品质受影响，因也是呼吁中央甲地方提升劳动条件，也有教学环境，让少年人愿意投身教育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